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最近除了你关心着立法院周边甲立法院内面所发生的代志以外，你敢会感觉你唔敢出门呢？俗语咧讲，歹年当搞笑人，敢是真正笑吗？婆娑世界，人生如海，安怎无张无弛会防台？敢就将厝提心吊胆关伫厝内？那么社会安全网该如何来看待？今仔日四位专家，咱淡淡啊来破解破。那么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北市万芳病院兼人的主治医师潘建志，病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咨商心理师蔡佩纯，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蔡佩纯心理师。那么第三位是咱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病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退休的员警赵明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关心这一连串是唔是歹年当搞笑人吗？那么对着家人逃走出去，这个姓干的干部处分人昨暗时在警察呢，总算伫这个新庄抓着人。不过家人的警察呢，人走去了后，却无第一时间就通报到台北市甲新北市。家人警方嘛背称讲，是因为病院无甲因通报，所以地书因无甲咱讲。这几天有伤害别人吗？面对提问点点无讲话，这个姓干的查甫人为家人病院脱逃了后，逃亡第4天，要伫新北市新庄靠做线工为生。日暗时7点半出外倒本所，当场互人查到。简姓男子涉及脱逃罪部分，基隆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中。若发现有人为涉及故意或帮助脱逃，本署亦会全力侦办。落网的性干嫌犯犯杀人未遂罪，互人判刑定案，受监护处分。工作挡袂牢病院的环境，唔再逃走。伫案发迄天，就走到台北市，隔天走到新北。不过家人警方过几落天才陆续通报上北，行踪的掌握有去前沿，办案是不是出问题了？医院快1个小时后才通报我们警方，办案这个进度有误差。医院的通报有速度缓慢的问题。那这一点我们感到抱歉，也交代了卫生局要把所有的事实调查清楚。原来为病院开始，院方就延误通报，晚5点钟，警方才动员，唔那通报慢一步。查某人到三冠市真侪街走入巷仔路，变装换衫熄灯点，警方嘛点出以乌白走的逃亡路线，互查缉的难度大大增加。你从画面中不容易判断出他到底的走向的方向跟模式啦。所以说我才说，我们这次专案小组到我们昨天结束要破的时候，我们连水都舍不得喝。新北警力赶急动员，靠沿岸小队立大功，加时间找小日，预判可能的逃亡路线，总算抓到人。这届查某人抓到，会改送高雄凯旋病院接受较高强度的介护监护处分。这届惊人的意外，早总算落幕。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到这个新闻大吼，第一你可能后一个直觉讲。这个人敢是真正有这个所谓的处分爱保护监护的人，还是讲伊是智慧型的犯罪，那么虽然我开头的时阵就讲歹年当搞笑人，其实即马袂使用这个小人这字，这是过去的俗语。即马这名词叫做思觉失调症。那么过去呢，咱拢知影叫做是啥？精神分裂，是安怎咱先来看，这到底是啥物物件？一种疾病的症候群啊，过去叫做精神分裂啊，大脑是破病，出现着思考、知觉异常啊，患者无啥知影家己有破病，这病识感啦但是到底什么原因唔知影全球1%的人台湾差不多14万人，0.6。就是1000个人内面6个啦。我要先请教着黄医师是安怎改这个名？咱就知影讲汉城改做首尔人可能是民族自觉咱这是安怎？
因为过去叫做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这四字佫是为倒来，歹势为日语来的啊，日语是为倒位来的，日语佫德语来，德语叫做本来一直叫 schizophrenia， 伊就是有这个精神分裂的意思。结果这不单是就是讲日本连台湾、中国拢感觉讲这个名词会造成误会啦，定定会，互人误唔对，就是讲双重人格。精神分成两个，其实它根本不是嘛，对，所以佫有一个疾病污名化、歧视的问题，所以这几年台湾就是来改做失觉失调，较中性，互你也约袂出来，这到底是不是病的意思？日本嘛改日本叫做改做综合失调症。这更较约袂出来综合失调。但是伊的意思是讲，这就是一个大脑的病。跟基因跟压力有关系，造成你思考、感觉，甚至行为上会有出现一寡问题，然后有当时伊会较激动，有当时呢伊会有一寡幻觉，甚至是一寡妄想。咱就是讲真正病人伊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物件，伊会感觉讲伊会去用害，然后佫有一个真重要，就是这个病人伊无爱跟人来往，伊会退缩。甚至定定是面无表情，甚至伊的判断力各方面会定定出现一寡不合逻辑的代志。所以总的讲起来，伊就是一个大脑功能一个综合问题。但是伊那通常都讲伊无病耻感啦，唔知影家己会安尼，唔知懂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其实病耻感阮的医学的定义唔是干那精神病所有的病拢有病耻感、病耻感。大部分的人对家己脑生病拢无病耻感。真简单啊！咱讲糖尿病、高血压，医生开。恁啊拢无感觉安尼？是啊，医生开药啊，你认为有50%偌济病人会乖乖食药啊？咱讲糖尿病就好啊。我叫搬医生骂掉。我逐来讲啦。台湾、国外、全世界差拢6成尔，你都明明血糖300-400嘛，你无食药袂使啊，有爱注射啊，但是乖乖食药控制血压、血糖的人6成尔啦。所以精神病当然佫较低啊，因为伊大脑有问题嘛。潘叔，你的意思讲病耻感，但是我头听起来是有当时是对啦，我知影我有病，但是我都袂愿食呢。病耻感阮有分几个斩除。有的人就是初步病耻感，我接受这个诊断，佫有佫较深一步的，就是讲，我本来接受，而且我了解，唔是干那接受了解，而且佫呐，医生配合专业的治疗，这才能讲是完全的病耻感啦。所以病耻感唔是遮尔简单的。病耻感唔是讲我知影我有病，安尼这意思啊？无遮尔简单。你知影有病，你佫愿意接受治疗去控制你的病情？为什么这科技遮发达的嘛？你讲你血糖高对无？即摆用验啥？糖化血酵素糖化血酵素已经代表讲你过去这1个月你有乖乖食药啊无？你讲我爱出来，对，你讲我要验血我这3天我就忌口我唔敢食伤甜的物件，结果你验血看起来还好嘛，你有乖乖食药3天，血糖有控制嘛，但是你的糖化血酵素真悬，数字拢7、8，咱6以上就悬啊，结果跳起来8、9以上，表示讲哎呀。你血糖正常，问题是你正常无乖乖食药啊啦，莫小骗啦，医生知影啦，所以这完全的病耻感。所以咱看伊影段内面，这个家人的这位伊佫会变装佫会美这个监视器，伊这到底是有病耻感还是无病耻感？要安怎判断？病耻感是讲对家己病的了解，但是失调，不代表他是智能不足，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完全不一样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约翰纳许，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多聪明啊，但是他一样会得到这种病啊，对吧？不是讲这个人都无智商、无判断力，嘛是有犯罪能力有。当然嘛有啊，伊会去想芳，但是就是讲伊定去想到一寡奇怪的物件啦，咱无法度用正常人的想法去理解。其实你若捌生过这种病老实说，咱嘛真歹了解
知影讲，为什么伊会讲哦？好比讲，他妈咧喃喃自语，听到什么声音，吼？而且讲，这个简姓的这个嫌犯吼，伊进前是判刑2年哦，杀人未遂啊。对，啊，落尾5年是判讲爱当精神科的监护保安处分。对，所以这个所在吼，伊嘛毋是真正的监狱，伊内面嘛是共款有医生护士，啊，伊呢，逐工互伊乖乖食药啊，这是法官咱的法律设计吼，所设计的一个方式，就是讲保护这个病人，啊，其实嘛是保护伊周围的人。啊，所以啊，放风的时阵，所以叫走去。对，伊的防护无像一般的。这咱小等下过来继续来讨论吼。但是我要先请教着咱蔡心秘书吼，在恁所接触的这个案件还是 case 内面吼，对着这个病耻感也好，还是讲吼，你敢有接触过这个视觉失调症的人？敢有？哦，有啊，我伫个社区啊病院吼，拢有接触过这视觉失调症的病人，对。啊，恁一般甲潘医师因切入的角度，还是讲甲伊直接的要甲处理的这个方式，敢有所不同？我感觉无啥共款，我和医师吼，和医师是配合吼，啊，毋过阮的角度无啥共款，咱是会对较病人的心理层面啊，吼，咱讲社会心理吼，psychosocial 这部分入面啊，就会看伊的家庭啊，吼，人际关系啊，吼，像昨这个新闻出来时，我嘛是咧想，这个人的背景是啥？吼，啊，医生可能是就伊的病症啊，吼，伊的症状，吼，啊去做一个评估，啊，心理师要做的工课的话，就是搁做这个人吼，这个人会更综合的判断吼，啊，搁加入来这家庭啊、人际啊吼，啊伊的成长背景啊吼，这一切啊，看这个人。吼啊，所以伊讲，伫咧社区安尼的人侪无，其实不哩侪，啊，毋过有的人会不哩啊侪，不哩啊侪。伊虽然讲伊是咱伫咧心理学上吼，医学上讲伊是神秘的1%，就是伊的视觉失调症吼，伫咧不管人种族群，就是神秘的1%。拢占1%。对对对，无管你是啥物种族、啥物国家，又是神秘的1%。这毋那是神秘1%的哦。我讲一个故事，阮的这个客户，阮整个团队内面吼，我有一个同仁，伊的弟弟也伫公寓内面洗厝，门一拍开，对面这大的公寓的人出来，就甲喊落去，啊嘛毋知无张无弛啦，啊嘛毋知是安怎，结果这是对方嘛是一个洗厝的人，啊完全哦。无钱嘛，无法度甲赔偿，啊嘛看起来就是视觉失调，啊完全无法度。煞来讲，阮甲问讲，啊你这有个后续有甲赔偿？伊讲人都走去，也毋知走去倒去。啊这社会安全网有破去安尼，所以啊，这其实吼，里长啦、人长啦，还是讲这个案件，这到底正常的定数是安怎处理呢？我先讲就是讲吼，比如讲恁市话的弟弟拄到这个情形，我先讲一件代志，就是讲，之前阮一直咧强调一个代志，就是讲，视觉失调的人，伊犯罪伊这个风险，并无比咱一般人搁较悬，就是讲，嘛是有可能像这个逃走这个人共款，伊迄当阵是安怎互判刑，就是呢，应该是伫自年的时阵呢，伊迄当阵，伊讲伊就是。对另一个查某囡仔要去牵车，啊伊就吼对后壁就用迄手竿仔共扣头，嘿，啊迄当阵咧判刑，你判决你讲话，你讨论的时阵，伊就讲话，迄当阵伊嘛毋知，其实讲伊知影伊一直甲一个人伊用一直讲，可是伊去甲回过神来，伊才知影伊做啥物代志。就是讲视觉失调的人，你用讲伊会犯罪哦，会。可是伊是毋是一定因为伊的毛病，因为伊当阵无清楚去犯病，无一定。就敢若正常人啊，咱头脑做清楚啊，咱嘛会犯罪啊。所以这个两代是爱分开来讲。观众没有听吼。所以就是讲，这个人先啊，你讲啊，你看，你拄我看伊讲，哇，迄个足巧啊，伊个知影变装，伊个会晓用假的名去做找头路啊，啥物拢知。伊讲，这个人就好好啊，伊当时是毋是假？毋是啊，因为伊的毛病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无好，你看伊有食药啊控制。我先讲，我进前啊，我有采访一个我叫采访2、3个啦吼，啊因话回复咧足好诶，
其中有一个我感觉同好的是，我迄当初印象足深刻的是，迄当初我去甲伊采访的时阵，我阁想讲，今仔毋是讲要叫我来采访迄苏格失调的，受访者是倒一个，叫就是我对面这个，我想无我就是伊是公关公司的人，你知哦？因为伊第一伊足够讲话，第二伊一个应对进退啊，伊咧看拢做真好，而且我甲伊讲，你当初是啥物情形？伊甲我讲，伊当初是其实差不多20几岁。迄当阵毋种足流行，爱去欧洲，爱去留学去创啥？就是可能迄当阵的环境吼，无啥适合，一个人伫遐，伊讲迄发病的时阵，伊就感觉奇怪，我就住喺即个厝，可是我感觉有一个感觉，伊讲迄个感觉讲袂出来，就是我感觉有人甲我讲你要紧走，因为你若无走，才会人甲你害。迄当阵呢，暗时哦，伊就规暝就走出去，伊讲伊走出去，敢毋知影足奇怪，伊讲迄当阵路的迄。路牌啊啥，拢变成对伊来讲，拢有另外意义。伊感觉这个路牌干嘛叫我创啥？伊就一路一直走，规暝安尼走到什么时阵伊停起来？路牌都变成哈利波特的路牌。伊讲走到什么时阵伊停起来？听人讲啦，伊家己嘛，迄当初伊其实伊无清楚，伊知影伊感觉到足危险的，一直走，走到什么时阵伊停起来？其实伊走到澳洲内底一个山区内底，迄人感觉军营，你知哦？伊正常人根本无去，人逐想即人来创啥，拢差不多要提前来拄着想来创啥。然后来，互掠着才开送去病院，因爸爸妈妈才去澳洲甲伊接转来。伊当初就想，嘛毋知什么情形。较加在是因爸爸妈妈是有医学相关的，就知影讲这毋是讲魔神啊嘛，这嘛毋是啥。伊讲这应该是有一寡问题，所以伊真紧就去看医生，真紧就治疗。所以我看到伊的时阵，伊感觉正常咯，伊比正常高。伊即摆伊公司趁偌济钱的，你知哦？这我来补充一下讲吼。拄我讲的这个病患是典型的精神病的症状，但是无一定所有的精神病拢是思觉，不是拢诊断是思觉失调。我有看过真侪人，其实伊毋是思觉失调，伊是啥？伊是脑中风、失智症买出现这些幻觉、哦，对，甚至我捌看过啥？我捌看过吼，寄生虫感染、脑膜炎，引起嗅到去。对。只要是会影响到大脑的疾病哦，包括我们很多这种比方说洗肾、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包括先有记也嘛，还有什么年轻人很常见甲状腺功能异常内科疾病引起的大脑的问题，就会产生精神病症状。这地数的脑啊，嗅到啊呢。对，所以思觉失调一定是排除这内科疾病，才会去。诊断跨断讲这些思觉失调，对，伊就是主要是基因，大家都要注意呢。还有心理上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就是说，因为是内科问题引起的，现在很多什么你知道吗？毒品，毒品为什么说是毒品？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最多，其他的毒品有可能你本来一个好好的小孩子。毒品用了3个月，马上就这个精神状态不稳定。哇！那这些人你也要找出他真正的毒品啦，加一个啦，这个专家啦，为什么加毒的有这种的代志无？有啊，但是吼，咱今仔讨论这个问题吼，咱首先来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袂使甲精神病患者甲污名化，因为唔是你有精神病，你就会犯罪，这是两回事。是。第二是足侪人讲吼。有的人是毋是假家己是精神病挑工去犯罪，安尼才较轻无？因为这拢专家啦吼，其实这爱诊断。你毋是要假就通假哦，要假是足困难的，有一个评量标准。你要用假过迄个评量标准是足无简单的。迄就敢若讲咱迄个签名、签字，有一个叫做相对时宜。你一个人，你不管安怎改你的笔迹，安怎改你的正手倒手，你签出来的字。电脑一分析是拢共款，嘿，是有一个惯性，是一个共款的，所以毋是讲你凊彩一个人讲我假善我要去犯罪我从假我家己是精神病就有法度，其实嘛毋是安尼啦吼。另外就是讲，你若真正是破病吼，才去犯罪，有当时吼，伊是无法度甲你控制。以前我讲迄个啉酒开车有迄个成瘾症的，伊无啉酒伊就无法度，一定爱啉酒。搁一种是啥？拄我咱讲的，足正常的，有足好的头路。台大毕业，厝诶，佫有够有钱诶啥？窃盗癖去7-11就只要摕，伊无摕伊足艰苦，手佫控制袂牢，一直拽，但是伊就要偷摕物件。所以你若破病诶人你讲，你破病了无甲你控制，毋是破病就无法度控制，你会使控制我
着癌症我嘛控制啊，对无？我着肺癌我嘛控制，破病就是你的身体出问题，你无法度控制，才叫做破病嘛。所以咱要防止这破病人内底有小可一部分会去犯罪，咱就是爱平常时安怎？咱第一，咱爱关心观察身边的人，伊有啥物行为吼，甲平常时较无正常、较无共款的。伊是毋是有可能是患着啥物病症？咱台湾人就是安怎？我们叫什么？忌讳疾病啊。咱常常讲哦，你厝诶出一个小的，恁厝出一个神经的，其实毋是，咱大部分的人拢有精神的病史较悬较低尔。你若看到一寡无共款的现象的时阵吼，其实你厝的人爱关心，你爱鼓励去看医生。你讲的嘛是这个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嘛吼。但是譬如讲我他讲的迄个例，伊孤身一个人洗厝，这厝头也无住伫遐。平常伊也无啥爱插人，就像头仔黄医师讲，退缩了，缩伫伊内面，扣伫内面啊。对啊，其实你看这愈来愈严重啊，因为无人甲帮站嘛。恁警察嘛无法度去人查嘛。对啊，所以我就讲，咱这个社会就是讲，对于这种人吼，咱爱用什么的方式，咱来甲帮助，因为你帮助伊就是互咱安全嘛。对。你放互伊遐一个人伫遐行来行去，一个人睡厝，拢无人管伊，伊总有一天会出代志嘛。其实咱就是平常时爱观察、关心，咱的迄个社会局还是警方有一个系统去甲关心，定时甲看，还是讲伊若有啥物问题，咱就是爱甲送去病院。你若讲5年前、6年前有去送病院，无然着伊就袂去路仔去共拍，对无？其实咱即个吼，咱就是爱去看讲。犯罪这件代志吼，伊甲精神病之间是无必然的关系。但是你若看到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人，咱就是爱甲注意，爱甲关心。咱就是安怎厝的人吼，咱嘛不要说忌讳说家里有精神疾病的人，唔敢讲。对，咱台湾人是足侪是安尼。即马外国吼，因的思想是较先进。讲你若看什么，你若发现什么病，我就甲你赶紧去送病院，反正去检查。其实大部分拢会使控制，无一定会好，但是大部分会使控制。但是咱即马看起来是咱这个社会吼，无伫控制。若发生代志吼，咱拢怪讲你想哪无爱治疗？叫老爸老母就出来好。嘿，你这个人无，你来去犯罪，你来无爱控制。咱再来写一个戏剧，叫咱甲恶的距离安尼。对。这吼，我感觉这有当是倒头过来啦吼。尤其昨仔吼，佮发生这个中捷吼，台中捷运，这真趣味呢。10年以前吼，地捷就是同一工，但是伊的老母嘛是出来安尼好甲安尼吼。爸母嘛是感觉真冤枉啊，嘛唔知伊这就是佫是这个护理师呢，护理师伫佫来去照顾人，佫甲讹落讲你安尼，这到底这状态是啥物哦？我要这苏先生，你对这个案件的了解是啥物？我先讲，我感觉就算伊是思觉失调啦，因有好好啊用药啊，伊正常的时阵，因做头路嘛是真正常。所以你有当时讲，奇怪，伊进前毋是拢好好咧做头路，可是有当时就痛惊几件代志。第一个呢，就是讲，像有当时吼，以前是用口服药的时阵啊，伊无变，伊感觉家己足好的时阵啊，伊就感觉我无一定爱食药啊，我足好的。所以即马也中断服药，有当时伊的病情的控制变差。可是问题是，有当时主要也家己大，还是讲你外口你无逐工看伊食药，你唔知伊有食无食，你知哦？所以可能有当时好，有当时歹，这种害，因为你有当时好，有当时歹，伊会愈来愈无好。如果你用药啊，无按照医生的来甲你交代来食，你就是愈来愈差。所以你会感觉进前就好好，因为迄当阵伊转去屏东了后，其实爸爸妈妈甲伊照顾，伊开始有就医。有看病，你就感觉伊的恢复应该是真好，所以什么时阵第一个可能是用药也无注意，咱爱注意。第二个就是讲，有人遐就讲压力要死事件啦。我事实讲，咱一般人嘛是共款啦。你平常时拢好好，压力来，你有当时会做一解，你可以以前安那想嘛，唔敢做。我若要上节目进前，拢开始唱歌。是不是？对啊，就是讲我当时一般的人嘛是共款，咱压力的事件来，像伊讲，伊最近感觉做压力大的，因为伊这个工作做头路的环境，伊感觉我感觉无办法去应付，我无办法处理。一般人嘛是啊，所以一般人有可能出现讲，我即马压力无当啊调整的时候，我做我本来唔敢做的代志，所以嘛是有可能就是安尼啊。所以有真侪可能。可是我先讲就是讲，大家就讲可是安尼，即马因为即马应该是上去就是病院啊嘛。
我个用另外一个案例来大家讲，即个思觉失调吼。之前我采访另外一个是外国人，啊，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啊，伊就是到后壁伊就写家己的社群安尼，甲大家讲家己，伊讲我就是一个思觉失调的病人。啊，我即摆呢有完全正常嘛无，可是呢，我甲家己讲，我真好的状况真好的时阵呢，我还帮我状况可能无好的家己来准备。所以伊差不多有3个头路，伊离迄个健身房，吼，啊，佮有当时会去做迄个替身演员，因为足够厉害啊。伊讲我想要3个头路，伊讲以我的状况吼，要做一个full time的头路较困难。因为有当时啊，病人伊的能力感觉有当时会受到影响。伊讲我叫我规工做这个规个头路，我有无办法。可是我家己讲这吼 part time 就是讲，我根据我家己的情形，决定讲我即礼拜要排偌济时间来做头路。我家己是会负担的。啊，第二伊做古锥，你知影？伊讲吼，伊啊饲一只狗。我讲你饲狗创啥？伊讲吼，因为毋是，伊讲因为我即马听到足奇怪的声的时阵，我看我的狗拢无动作，我就知影这毋是真正我无，因为嘿，因为有当时的作用啊，嘿，因为其实因为无办法了解家己即马的病是啥物情形嘛，因为这甲咱一般的人较歹判断。伊讲所以我饲狗啊，即马呢，我感觉我看到啥是听到啥，可是我狗啊拢无发现，我就知影啊，我可能爱去找医生。好办法。我去找医生，因为我最近可能无以前遐好哦，所以有当时无一定每一个人治疗了后，拢会变完全会恢复。可是咱即马你讲社会安全网，还是讲咱社区，咱是希望讲，伊急性的时阵，医生帮忙治疗了后，咱希望伊转来莫大家都讲啊，对面大一小，毋是，咱即马知影讲啊，伊可能需要咱办杂，啊，咱莫甲伊帮忙，还是讲即马嘛是莫讲啊，伊安那莫互伊头路，就是讲为病医。甲社区甚至伊用的去找到头路，咱即摆每一个患者啊，拢爱有人来甲伊照顾。啊，等伊完全用恢复了后，啊，伊即摆就是跟一般人你感冒了会好共款，啊，伊能维持一段时间真好的功能安尼。啊，那亲像蔡老师，你在这个社会安全网，还是像头早素琴姐所讲的，恁的角色是啥物？譬如讲，伊可能来找潘医师了后，伊可能必须要找一个人会当。透心事啦，或者是爱咨询啊，是毋找着恁，啊，恁就爱长期性来追踪啊，创啥物？这到底这个过程是啥物？因为像咱头都有讲的吼，因像头迄个素琴姐嘛有讲啊，潘医师嘛有讲，因思觉失调症吼会发作，其实是有伊的原因，就是讲伊有一个长期，例如讲伊破病这件代志，带病这件代志，啊有一个所谓的近期短期的，例如讲即摆压力事件，例如讲伊像讲哦，伊即摆有一个厝变，一个导火线哈，一个长期性。对，所以咱去协助安尼的病人的时候，咱会对伊爱一个种。长期吼，爱长期的了解伊，啊，知影讲，哦，伊的背景啊，吼，伊的成长历程啊，伊一寡一般来讲的精神科的病人吼。咱像咱逐个人共款吼，咱的困难共款拢固定的，你知无？你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啊，其实迄困难袂差足济，啊，所以讲逐个人迄困难的点，有当时爱透过像迄心理师啊、心理咨商吼，啊，你会知影讲哦，原来我对这做敏感的，啊，我对这较无敏感，啊，迄敏感的代志，差不多，钱会当解决的，钱袂当解决的啦。我真侪代志钱嘛，无解决。对，所以你也当对你家己有了解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啊，有一寡代志，又是较无法度消化。较无法度接受，啊，像阮迄项思觉失调症啊，是讲躁郁症的病人吼，做会谈的时候，你就知影讲，伊会较敏感吼，啊，这敏感是咱讲的一种基因的先天的脆弱性，所以也变讲啊，像迄个有一个医生讲一句话，我感觉最有道理，讲你即摆了讲哦。啊，你若生只歹啊，我听起来我讲，我感觉还好啊，无啥感觉。啊，伊听又感觉100倍，也感觉讲。啊，所以恁咧甲恁的这个病患。还是讲恁的患者来讲话的时阵，啊，就爱真细腻安尼。阮刚头有讲吼，咱观察逐个人的特色啊，吼，的状况拢无共款。所以像倒来即个事件来讲的话，啊，有的人问我意见，我有讲，这其实是无法度用单一事件来做评断，因为逐个人的背景，爱起码是安那会发作吼，啊，伊压力是啥？咱整个故事嘛无完全了解，所以阮就无直接来讨论这两个 case。对，安尼是做公正的方法吼，啊嘛，咱用这个方法吼，咱一般的大众。
莫讲啊，咱看到吼一个，看到影吼，生一个囝，啊，结果毋是这个代志，有可能有头前后壁的原因啊，有可能伊嘛无像头歹医师讲的。精神科的病人无毋对吼，那药啊永远拢食有剩哦，是拢无食够啦吼。啊，思觉失调症是算咱精神科里面吼，咱讲真的是较无好治疗的，数一数二的严重疾病，所以真正伊的医嘱性是最重要的。啊，问题因的状况哦是无好，像就是讲退缩救喺厝，啊，伊救喺厝，毋是讲伊救喺房间内，伊嘛无一项厝内的人啊、行商拢有接受。啊，所以我嘛是咧想讲即件代志，讲是要安怎像互咱社会大众吼，对啊，有愈了本伫解。厝就救掉的啊。对，啊，你搁看袂到，啊，你要叫里长、邻长，佫无可能。会惊，大家人拢会惊。所以今嘛卫生署一个新的方案，叫思觉失调加强给付、加工给付。好，病院较侪钱做啥物你知影？住长效针。用注射一个阮有一个月住一遍，啊嘛甚至有3个月住一遍的长效针哦。啊，迄种国外新药足贵的，一支啊700-1000块。啊，较早医生都唔敢开嘛，伊惊迄个健保核3嘛。啊，所以有一个加强给付方案，哦，就是讲你定定袂记你食药，因为脑功能无好，无要紧，你起码1个月甚至3个月来注一支射。只要有一个人哦，1个月来带来一支嘛好，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讲，这个病人吼，伊拢会无愿意甲社会接触，所以阮像讲阮万丰病院吼，阮有精神科日间病房，对，日间病房是早起8、9点来，敢上课安尼啦，对。啊，阮有规个团队，医生、心理师、社工、职能治疗师，互病人来吼，阮会安排真侪课程。甚至吼，阮病院吼，我有几个病人，伊伫日间病房20年诶，日间病房吼，7成以上的病人拢是思觉失调，嘛有其他的诊断啦。但是阮有的病人本来伊是无工作能力的，慢慢啊训练，阮互伊做病院的工作，药局帮忙清洁，会使。因为拢会变阮有几个变阮病院万丰医院的正式员工呢，领全薪呢，慢慢啊福建伊嘛是我恢复这个社会功能。所以哦，处理有这种人吼，你嘛爱有这个信心啦吼。对。咱按是就主要在听医生话，听咨询师的话啦。但是我来看吼，一般人可能一开始第一哦是可能唔捌拄着，所以嘛唔捌要安怎来觉察讲这到底什么是思觉失调啦。咱先来读这个吼，互观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头一个讲吼，对别人的话吼过度敏感，他怎咨询师也讲，吼判断不出完整的这个意义，自我解释，敢伊要讲伊家己想的啦，吼一直感觉别人咧甲欺骗，吼，那么过度联想，开始有这种欺骗的感觉，啊讲话变甲过度的抽象，吼，唔知咧讲啥，讲到了。魂在天安尼吼，啊，袂晓袂即个表情吼，跟他查查咧讲话，吼，有即种对别人的话哦过度的联想，吼，啊，听到一寡声音的叫声，会叫家己的名，拢感觉别人咧监视伊，任何代志拢无咱无咧，吼，啊，拢求掉，啊吼，我想落歹势，啊，就搁倒转去，但是这。咱有当时就讲啊，你是安尼，忝忝啊，无就是平常时哦，这个可能青少年期啦。咱头仔佫无看呢，这个好犯吼，定会思觉失调的，15岁至25岁之间呢。对。男性对于女性哦，这在病理上的生理顶头，这是什么特征啊？这吼本来真早已经统计出来，就是讲吼，这甲遗传有关系。你若讲父母亲。有一般人是100%嘛，但是你父母亲有一个人有思觉失调，子女的比例就会到10%。哦，啊，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完全同款，一个人发病，另外一个人发病的几率会高到50%。问题伊嘛毋是100%，所以伊是安那，伊就是讲，这甲基因有真大的关系。但是基因即马无法度找到单一的基因，可能有几个基因。哦，基因是一个，但是另外就是讲伊。有一个社会心理的因素是拄仔咱心理师讲的，伊有一个压力啊。啥物时阵这压力会来？像讲咱台中捷运吼，这个护理专科学生吼，伊都是迄当阵去实习做护生的时阵，突然间就是病情恶化，所以伊做袂落嘛。
啊，其实对这个少年人来讲吼，这段时间就是安那爱考试，考高中、考大学，啊，无就失落。毕业考执照，无我讲超5到7月的时阵啦，这个代志就是其实对少年来讲压力真大的。啊，佫有啥？你要毕业啊？啊，你要找头路啊？每个学校都在什么台积电招生啥啊，你要不要准备你毕业以后的工作？啊，你要去面试嘛？你知影哦？人力银行出来讲哦，今麦普遍的公司哦，安排10个人来面试。讲好要来哦，约好哦，面试官几排哦，约10个，结果拢来几个，你知哦？3个。啊，7个拢用赖来讲歹势。我今仔日无法度来啊，所以对少年来讲哦，这毕业季就是压力足大的一件代志啦。压力足大，尤其是你讲台中这个护理专科学生吼，伊实习有问题，伊可能爱延毕。啊，伊看到伊的同学拢要去拍毕业照啊嘛，要领毕业证书啊嘛，伊可能爱 delay 1年嘛，伊的压力一定是足大的啦。所以讲，伊可能本来吼有迄个体质，就讲本来嘛看过医生，但是拄好这压力了，伊就会发病，就会发病。这蔡老师吼，我要甲你请教吼，我一个统计数字啦，2022吼，今年吼。台湾每1000人623人因为情绪问题来求助就医啦，吼，这算作多还是少？还比较前年的这个比例上是多还是少？还是但是咱所知影这趋势是年年增加哦。啊，恁即摆是毋是愈来愈无用？嘿，无唔对，我头拄啊。跳上迄保姆车紧走来，然后大家叫完尔吼，就是即摆来咨商的人吼，愈来愈侪。啊，你讲身心科求诊啊，到咨商所求助的人，事实上是越来越多。啊，毋过咱卖上局限于吼，咱刚刚对迄个心理疾病的即件认识，例如讲我焦虑啊吼，啊忧郁啊吼，啊困袂去失眠啊吼，啊恐慌啊，足紧张啊，吼，其实这拢伫个身心科来求助的，所以伊来的原因啊，有可能是家庭啊吼，啊像我伫咧拿靠职业啊，啊伫咧拿靠新手新爸足侪，尤其是拢年轻夫妻哦，啊你教养小孩，啊一个新生儿诞生哦，一婴仔要照顾。压力嘛足大，啊，要去上班，吼对唔对？吼中年的夫妻的话哦，伫囡仔国中、高中吼，压力吼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吼，希望囡仔读册读好吼，压力嘛足大吼，甲晚对，你也甲中年后段的时阵，想咱家己要退休啊吼，囡仔离巢期吼，其实要求助的室友其实足侪，无一定讲好像像我一定要甲思觉失调中最严重的病吼。所以你也感觉讲台湾人即马有较比以早较敢来找医生？我感觉这好代志。这好代志，这好代志，所以卖互迄个数字敢惊到讲1623，大家拢有问题吼，唔是这个概念。我感觉讲，即摆人好像咱一直咧讲要去污名化，伊讲这心理健康足普遍啊，像你当年去检查喙齿啊，爱去做健康检查，啊，对，是安那去精神科有一件，这唔好人讲，这足更小的，吼你大概慢慢啊吼，愈来愈普遍以后，吼咱会感觉讲啊，来精神科。来行心理师讲的吼，今仔歹困吼，唔好家去外口黑白买药啊，像网络吼黑白买药啊吼，咱来找医生，医生会来咱帮咱处理这个问题，心理师会当你疏解讲这压力大吼，烦恼啊吼，工课中年转职吼，工课压力大要安怎？吼，毋是讲拢家揪起来拢唔卖人讲惊见笑惊人大家笑。讲到这个见笑代吼，污名化吼，其实。在这整个新闻出来的时阵吼，我有发觉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这个新闻要报道到倒位啊？到底伊个人的这个故事背景爱讲到倒位啊？甚至讲，譬如讲家人这个 case， 这个病院伊逃走出去了后，应不应该发布？啊，无发布啊，大家后来听过，我真惊呀！啊，嘛有一个这个网络顶头一个网情就讲，你看，我就是规工拢行这个所在哦，安怎？到底这个应该按怎拿出这个寸球啊？苏经济。我看这新闻第一时间我就感觉讲吼，
伊即马为伊咧病医逃走啊，因为伊算嘛是讲嘛是一个犯人啦，虽然伊是接受治疗，所以咱即马以一个犯人讲伊逃走，咱来公布伊的姓名是伊的相片，我看无问题。可是无必要顺续甲伊即个伊进前是带什么病因什么即个情形写出来，因为就感觉讲以前会使写讲伊是某种程度即个精神疾病吗？我感觉因为你眼看吼，需要下吗？我家己判断，总讲是我感觉无需要，因为你去看哦，伊逃走的时阵，伊的状况，伊的状况非常稳定。我就讲伊什么代志拢能准备了真好，伊知影去坐车，伊会晓去改名，伊会晓去找头路，伊知影伊爱创啥，所以伊应该讲伊当病医，甲伊的情况控制了真好，因为伊讲伊是安那要走，伊讲。我就无精神病，啊，甲我关一下，我当然就想要来走啊。医师听到这个，敢会较惊？没，可是伊感觉伊就是有当时治疗到一个部分啊，伊感觉家己足好诶，你知哦？伊即个时阵感觉我无问题，你想要叫我下，伊带袂掉，所以你惊伊创啥？因为我那个拄仔就讲过啊，有思觉失调，无代表伊会甲你伤害。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其实伊即摆走出来，伊就是一个一般的逃走的犯人。所以咱来家己就定下咱去警察局，有当时拢有10大通缉要犯我啊，我每一届拢看讲，啊，我就是看，我嘛看着。以我这个脸盲的人，我看10届我嘛认袂出来。可是我就讲，互大家知影，可是一定爱甲大家提醒讲伊安怎嘛，因为无一定比一般的逃犯更危险吗？因为这件代志吼，讲起来是刑事警察局伊发布紧急查报专刊，伊的专刊名定就写精神病、杀人未遂。啊，然后呢，我们这2天看到的新闻哦，你看那个他的照片，而且他的监视摄影机画面全部都跑出来。请问谁拿得到监视摄影机画面？警察嘛？为什么警察有压力？警察抓袂到伊吼，警察希望讲所有的市民。做警察的眼线，帮忙辨认这个人，所以这新闻拢是警察局发出来的呢。啊，无，咱一般病医嘛袂去讲啊，一般伊的家人嘛袂讲啊，是警察希望大家去帮忙抓这个人。啊嘛，有影真正抓到，警察有伊的压力啊。我就是讲一个病情稳定的思觉失调病人的逃犯，敢有比一个平常时就你杀人的逃犯，伊逃走出来较危险吗？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我的答案是同款危险。系啊，所以同款危险，你爱甲大家讲伊逃走，你无必要甲别个讲伊是一个思觉失调的病人啊。我重点就是啊，伊有杀人未遂嘛，啊，伊即马逃走出来嘛，伊当时逃走的嘛，伊穿啥物衫嘛，大家较注意啊，安尼就够啊。伊感觉我问你，一个真正常的人，啊，伊杀人，啊，伊逃走，伊就无危险，是不是？所以同款危险，来正牌学长，这学长你来讲看卖。其实吼，讲伊杀人未遂吼，啊逃走这件代志就已经够啊，是安怎？你是较惊思觉失调，是较惊杀人未遂？我当然嘛较惊杀人未遂，对无？其实吼，你若发布这个通报了吼，大家都会帮你倒找，你唔免讲伊的病史，你唔免讲他有肾脏病、有精神病、有肠胃病，迄就甲伊无关系嘛吼。啊，咱来讲着共一个时间，另外一件，你讲台中迄个，伊的生活拢足正常的啊，佮伫实习，佮一个好的学历，但是伊就是精神失控嘛。吼啊，10年前吼，其实10年前我嘛是来公司讲伫车店讲安怎防范。其实即届吼无遐侪人伤害严重吼，其实拢有做到咱以前讲的代志。第一就是讲，你手头一定要有物件，雨伞好，哦，水壶也好，吼。毋是讲要甲拍，你爱动，封闭对。啊，第二就是讲吼，你要走无要紧，你要摕无要紧，不要背对嫌犯。顶届邦桥迄届就是过来是安怎背上被刺，追上去。因为我讲你人的手吼，你安怎控安怎站，你用斧头砍手都不会断。无人遐有力啦，你毋是看电影啊，一倒过，然后从手长脚长，无咱人的手骨啥其实是足强壮的。咱人有一个本能安怎防护要害，你要摕要走拢无要紧，但是你爱看到迄个嫌犯的方向。即摆你去看迄个捷运电管的影片，吼，虽然有一寡人是伫边啊，慢慢摕，但是因的视线是看到即个嫌疑犯，万不幸伊要甲你攻击的时阵，用手动，吼，用手动真正袂安怎啦。
讲实在白。这这就是未有致命伤啦，未有致命伤啦。咱讲白就是啊，第三个就是安怎？咱顶个伫邦桥迄件代志吼，伫江子翠迄件代志，较危险的就是讲为受伤的人吼，第一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救护，因为你捷运站内底啊，佫10外个人嘿，所以咱即摆足侪啥，譬如讲 AED、CPR 的证照。你着算讲，你唔是要做专业的，你去上一个课2点钟、3点钟摕一个证照，啊，佮迄个止血带、止血基本功能。吼，即摆咱坊间嘛是一寡什么战争学院的黑熊学院，嘿，黑熊学院，啊，佮有的是啥？迄个末日生存的，有人讲哇，我们到末日要怎么生存？伊嘛，甲你教遮止血带要安怎绑，啊，你若伤口要安怎起血才袂走出来。嘿，啊，这2、3点钟的课，你加减去上，其实吼，你就会使。全部遮个无共款的物件结合起来，你就避免这个情况。因为10年前迄件代志，我就坐后一班车，我去用关伫迄个淡水河底下，因为头前发生代志停掉，啊，阮那行路位内底隧道行路，我就伫后壁迄台车，啊，结果到现场了，就几来人伤较严重嘛。我就感觉讲，你若头前遮个代志，你若大家吼，赶紧处理，有这心理准备，啊，赶紧处理，啊，佮平常时你甲包放喺头前，还是你手夹一支。水壶一支，啊，这加个雨伞，这个有一个摕雨伞的，对不？你摕雨伞，雨伞虽然无杀伤力，但是伊摕刀啊来个护的时候，你乱护小动的，你的这个心脏，吼，啊，你的头，你的要害袂去互伤着。主要咱人吼，你若是骹甲手受伤哦，拢会医的啦。你若卖胸坎用插1刀2刀，还是脚趾边用插2刀，迄就足危险的。所以即届吼，其实伫车顶足侪人，其实有一寡。自我的防护意识啊，手头有一寡物件，吼啊，第三就是讲上了无介严重，啊，就算讲上了介严重，其实咱即摆现代人哦，我讲去上这的课足简单的啊，你 AED 也要用 CPR 也要做，吼啊，止血带也要用，伫迄个时间5分钟、10分钟以来，其实通啊救着人。是，但是吼，我过来转来上尾要讲到这个社会安全网，我头下讲，如果伊家属。也无即个意识，啊，伊家己也无即个意识，咱领长啦、里长啦，可能都不知情，吼，啊，伊可能也无去上班，甲社会隔绝，啊，咱也唔知，啊，像即种社会安全网，除了潘医师讲，即摆有即长效的三个月通做一摆啊，拢 OK， 啊嘛是有闹交的，像即摆就是代志的发生，就是因为闹交的啊。啊，敢有他们其他的所在，然后补强，还是讲无啦？这就是吼，大家好歹理论安尼，苏ခင်姐。所以即马我会记你卫生福利部即马咧讲，就是社会安全网的第2期嘛，就是主要是我感觉第一啦，咱爱有能力啦，就是你有人才有办法去做这个代志啦。咱真侪，比如讲即马我进前有采访一个医师，伊讲哦，伊定定去做啥物代志，做迄个强制就医的啦。对，因为吼，哦，迄上歹溜来的。是，所以咱进前卫生福利部就讲，咱社会安全网的第2期要开始来加强来做嘛。我感觉同重要来是，就是爱有人啦。其实咱进前像潘医师咧讲，咱即摆已经有较好的药啊，所以第一个代志是。咱爱早期发现可能是思觉失调的这个病人，比如讲除了看迄镜头了吼，拄啊俩讲伊高风险的时期是毋是差不多15至20，所以以前定来讲做兵啊做互伊做兵做啊少去，毋是因为迄当阵就是拄好是风险较悬的嘿，啊即马就是可能伊是拄好去大学，还是拄好要去找头路。啊！你会发觉讲吼，伊有当时伊的镜头无像咱拄仔讲的迄落啊，我听到啥？伊一开始定定是负向症状。我进前采访一个爸爸妈妈，又讲因囡仔迄当阵是拄好上大学。伊讲伊拄好上大学，伊当阵感觉讲，这个囡仔是毋是去读册适应不良？因为讲以前吼就是一个足活泼。啊，做定啊出去佚佗的囡仔，啊读大学了后，那安尼，逐工拢转来，啊拢无啥讲话，踮酒就无爱去讲话，啊到壁同严重是啥？到壁同严重是连个洗身躯啊、洗头都无啥要洗哦，啊到愈来愈伫厝的时间愈来愈侪，到壁啥物时阵伊甲讲，这囡仔应该看医师。伊讲有当时爱读个啥物大藏经啥物哦，开始读一寡伊无应该爱读的物啊，想讲这囡仔这样做怪，啊
一开始刚嘛是想讲是卡着啥吼，啊去看啊无效，去找医师才知影讲，原来毋是讲所有的视觉失调吼，就一定是哦伊会安那，一开始安那，讲一开始是伊变了无，甲伊以前拢无共款。是讲这个囡仔甲以前拢完全无共款，所以第一个你爱早期发觉，早期去医生判断讲啥物原因，因为即摆早期治疗已经足稳定的，伊后壁的功能愈好，咱需要补拍棒的所在才愈少。第二，一段讲伊去较严重啊，伊可能爱住院啊，咱嘛希望讲这个人毋是拢一直住在病院内底，咱希望讲伊是住一段时间，咱会来社区对毋对？来社区了后，就是咱爱有人，然后第一个，互伊踮社区，伊可能慢慢像范医师因迄是日间病房，我感觉去病院上班，上课啊，暗时转来，第二阶段可能我去做一个较简单的头路，我再转来，庇护性的头路，啊，从尾我去做较长时间的头路，安尼咱慢慢一步一步，啊，有一寡伊真正是讲伊的病情较差，伊就起落落，真正无好，可能是有当时。拢咧厝诶，也是甲病院两边。咱注意着讲，这人咱莫想讲啊，之前像恁讲，恁迄个弟弟拄着就是，即马有一寡，咱坦白讲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因弟弟是视觉失调，嘛足侪年诶，啊伊定讲有当时做视觉失调诶病人诶家属吼。比有厝诶有癌症诶搁较辛苦啦，因为伊讲癌症吼，伊几冬就是几冬嘛，啊这毋是，啊而且你也知影，因定讲这暴力吼，定互这个视觉失调诶病人拍痛，第一名是照顾伊诶人，亲人是伊，所以就讲，所以有当时啊，是那你会讲，啊到壁放伊一个人伫社区，伊家己一个住，啊逐个社区诶朋友都讲啊，你来处理啊，注意啊，迄个人就是安那，我感觉。与其咱大家拢讲啊，注意力来处理，咱人想看伊的情，有同理心，是毋是讲伊看应该里长还是邻长还是啥物，稍微了解讲，咱会安怎甲伊帮衬，是毋是爱看医师，还是啥物情形？我讲这部分，但这部分人安怎来？后边我感觉你讲甲叫大家有爱心，可能很难。对啦，所以起码。迄种讲喊过啊。嘿，所以社区安怎甲这个。同位这个部分，咱家斗起来，大家有社会意识，莫互伊家己一个人在遐，啊，等伊病情无遐尼好的时阵，无办法第一时间甲伊帮衬，这是咱爱注意的所在。是，但是我有一个上基本的问题，我袂记问，就是吼，有真侪人连吼，阮囝可能有小可问题，是要看身心科，还是精神科，还是神经科？我就讲搞不清楚，到底应该看什么科？我先问蔡老师。好，我先自伤咧，是安怎分？好，我先来讲说明讲这差别啦吼。其实即马是身心科啦吼，跟精神科其实是共款的。哦，你讲儿童心智科吼，那无叫精神科，其实拢心智。对，就是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过程啊，是讲用怎讲着去神经科啊，恁兜有神经病哦，什么小病小病吼，大家佫无爱去啊吼，所以以即马来讲的话，即马这不管是身心诊所哈、精神科、儿童心智科、身心科哈，其实都是同样的，都是你也讲我精神啊、心智啊，敢怪怪吼，佫唔知影吼，你买当挂一个号吼，打医生做一下咨询吼，你也一般像阮心理师的训练吼，像我拢伫咧病院有合作，行医生有合作，所以我对遮的精神症状拢熟悉吼，咱会当初步互一个家长。吼，一寡概念，爱知影讲吼，可能伊也讲愿意的话，咱嘛是邀请伊吼，带囡仔带来，互咱无毋对，因为视觉失调症应该是讲做者精神病症吼，伊的迄个出发年龄都是他都讲的，差不多15到20岁，吼，所以这个时阵你也敢讲囡仔怪怪，沟通不良吼，佫抗争吼，迄反应足大的时阵吼，咱就想讲是毋是？咱无法度和囡仔沟通吼，咱有法度靠专业人士。是毋是会当来讲，青少年反抗期吼，上好来带去找医师啊，找蔡老师啊，你较紧。对。因为吼，阮精神科啦，讲要有诊断吼，有几种，有700几种。对。700几种，真复杂。人的脑就是一个真复杂的，各式各样奇奇怪怪问题，你想都无想到的。人国外拢有医学研究过啊。那是爱食药还是倒一颗？较严重的病人才食药啊。那讲唔是遐尼严重，好比讲像拄仔老师讲的亲子关系的争执，
哦，还是讲学校的压力无对啊。你若我定若别人讲啦，讲啊你规工拢唔出门，唔甲厝的人讲话，你就想讲食药啊食甲足 happy 的，啊不是很奇怪吗？不可能嘛！啊药啊无是安尼哦，绝对无迄种讲药啊，我就100%解决你人生所有的问题啦。你都找无女朋友咧，不准嘛？啊，你看医生，假药哪有可能帮你找到女朋友？你要学习沟通的技巧，这个要跟老师学。而且这是一世人吼，咱人安那跟人相处，我们怎么去认识别人的情绪，我们怎么增进沟通的品质？哦，这拢爱有一世人呢。嘿，啊，真正讲啊，若有的病吼，无法度爱有药啊会用治疗，这当中其实嘛免客气。你就来看，其实医学吼有做过统计，有精神病所有的病加的啦，占人口的偌济，这是国外的统计，54%。所以啥物是正常？有病才正常啦，你无病剩下46%是少数呢，有病才正常啦。对，你安尼想才对啦。